请啊继续来看这个白沙屯马进香，今仔日第4天，马祖的銮轿一透早为中华社头来出发，来到二水。啊，讲这站扛轿的人，并不是全部拢是扛轿班的人员，是有插进来的穿着制服的警察。扛轿的警察讲真欢喜，这是一种难得的体验。啊，庙方讲，即摆白沙屯马是愈来愈旺，若是无咧赶时间，想要体验扛轿，无啥物问题。白沙屯马祖銮轿继续往云林北港前进8点外，銮轿到中华的二水，扛轿人毋是穿黄衫的轿班人员，是穿制服的员警。两名员警扛銮轿真细致行，这是难得的体验，因为英过白沙屯马祖的銮轿真少开放给民众体验，员警亲身扛轿，让人感觉真欢喜。主委说问我们，因为我们执勤很辛苦，希望说我们是不是能够下去，需不需要去抬轿一下？当然我们是欣然接受，觉得非常的高兴。这摆白沙屯马祖经过中华有真侪信众梯队，虽然警方共款安排真侪人伫维持秩序，不过甲大甲妈进香比较起来，唔免动用遮侪人，嘛无遐紧张，等到有这个时间亲身来体验扛轿。庙方解释讲，即摆白沙屯马祖愈来愈出名，若是无影响到时间，想要体验无问题。白沙屯马的名气也好，所以讲无大家无啥延长时间，阮拢有啥会做情这地方的。另外，马祖銮轿嘛停伫一间国小外口，这学生囡仔真热情。銮轿随便入去，不过拄着问题。轿班人员都爱哪行哪讲，边的人真紧张，保护轿顶的金丝，惊讲无细致会去弄歹去。刚才有顺利入去运动场，囡仔真欢喜哩软轿卡。离开的时，如果是同款的问题，边有人直接用手保护金丝，真无简单，才安全通过，继续下来进香礼亭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